英國媒體爆出摩連奴有多個黑材料喎。嗱，摩連奴係咪人走茶涼呢？第一個係2018年美國行期間，佢喺聖荷西新聞發佈會話俾媒體聽，冇辦法保證安東尼馬迪爾嘅留隊啊。跟住落嚟咧，佢離場咧就暗中召集咗3名嘅記者，透露自己將不惜一切代價出售呢位法國前鋒。第二位，摩連奴同普巴嘅有毒關係啊。當摩連奴知道咗天空體育嘅攝像機開拍之後咧，佢特登挑起咗嗰場訓練場嘅爭端。呢一場嘅爭執獲得佢所期望嘅曝光度，但係如同佢好多行為一樣，亦都係犧牲咗更衣室嘅團結。而第三件事喺卡靈頓嘅消息人士亦都係描繪摩連奴啊，前1分鐘對住你笑，但係跟住嚟就冷眼相對。嗱，當爆出咗摩連奴訓練時刻意疏遠球隊，為避開食堂接觸而走側門嘅消息，安撫士氣嘅工作亦都落到喺助教魯伊法利亞身上。第四件事，2018年福比查爾頓爵士同埋哈里格雷出嚟嘅紀念慕尼黑空難60週年嘅儀式，曼聯高官對住摩連奴呢一個公開儀式身着帽衫而非正式衫嘅領呔，亦都係感到非常之震驚啊！